继续来看高雄的凤山，昨暝传出着枪声，原来是警方咧追捕一台通缉犯的车，对方拒绝临检，搁马库来冲撞着警察，警察连开11枪，弹死车顶一个男子。目前包括迄个通缉犯在内，还阁有3个人在逃亡。警方嘛来强调讲，这当然伫咧现场来判定，依照着警械使用条例严正来执法，才会大胆来开枪。 一只轿车弄红灯走甲真凄狂，后壁阁有警车约伫后壁。原来开车是一名通缉犯，毋若拒绝警方拿查，看到走袂过，竟然阁马骨去弄警察。倒退愈了，喊倒愈跑落就走离现场，警方连开11枪也是查袂落来。轿车开着巷仔底，警方沿路在约，最后伫高雄南府街去找到这只车，拍开后座来甲看，一名有毒品前科姓吴的男子已经互枪支拍着头身亡。清查轿车时阵嘛，发现一支假属手枪，已经送去刑事局鉴定，看是毋是有杀伤力。当时车顶总共有4个人，另外3个人已经走到无看影咯。 伫公园内底，咱当看到2名男子行到真紧，后壁阁有一人拄着拐仔对伫尾啊，这3个人应该就是在逃的共犯。瞄准后轮胎这样来开枪，那车子是在动态中嘛，那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啊，也不是我们警方所乐见。但是我们还是支持同仁啊，严正执法。 大胆用枪，现场状况危急，警方按照警械使用条例大胆开枪。不过目前通缉犯也有共犯拢还在逃，警方全力追捕，要将因逮捕归案。